总统赖清德上任新团队成员上引人注目，就是10当前太阳花学运的主家林非凡，佮升任国安会副秘书长。对此议会国民党籍议员蔡中和等人，甲林非凡共一位年轻助理共同出面。以17号立法院冲突，民进党号召青年抗议来比如成太阳花2.0，除了考试林非凡替民进党政做靠山，一路对9万的薪水到11万，现在阁升到20万，互想要面试的毕业生参考。嘛进一步提醒少年人爱觉醒，唔通变成护航部队，因为林非凡只有一个。前几天17号本来是立法院内部的纷争，那谁知道民进党却不按牌理出牌，号召了特定的青年到立法院，企图引发大乱斗了希望可以仿照太阳花事件一样2.0，利用特定的民众的暴动来逼非民进党团的一起来屈服。那当天确实有很多人到现场，可以说是这个场面就是太阳花2.0。当然规模比当年小了很多了。大家也知道，目前在后任为国安会副秘书长的林非凡，也就是太阳花1.0的参与者之一这个09万的这个称号，现在可能未来会涨薪水了，改叫020万所以我们一起来挺太阳花每个月让你有20万爽爽花各位要参加的朋友赶快来参加。我应该是跟林非凡他们同一个世代啦从林非凡赖品妤沈伯洋到现在的沈伯洋现在就可以证明说，手持民进党政就是年薪200万的保证吗？我们也想要有这样子的待遇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一步一脚印的这样走来像我们现在国会在审的是8年前你们所提的法案，8年后再审就来反对，有什么理由要反对？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嘛。10年前的太阳花，那时候是因为立法院他们在讨论或在送案的时候，资讯没有像现在这么公开。现在每一场的立委在咨询，或者是他们在送条文，在做任何决议的时候，院长在做决议都有直播，所以我们的 GOV 的网站都可以查到每一个法案、每一个法条在做什么。那这里到底哪里黑箱？跟10年前太阳花一样吗？我觉得非常的不一样，而且也没有任何心中的价值。我甚至怀疑这是不是所谓的职业学生？那也符合我们的主题，希望大家带头的也许是职业学生。那在后面的所有的青年人们、所有的学子们，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大家真的要冷静一点。现在他居然是没当过兵，可以去当一个国安会的副秘，大家觉得这样子合理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大家每一个人的月薪都那么低，原来只要有一个绿色党政，就可以有这样子的年薪。我相信现在每一位年轻人应该都很想当09万。民进党成为执政党，结果佮号召青年出来为政策护航，引发冲突到道理，交互民众判断。不过当年学运的影响，进入政府一路升官，成就高薪却是事实。不管互新世代青年有相对的剥夺感。台南新闻，阮子林英庚采访报道。